2023年启动国民法官的制度，即马已经满一冬啊。司法院统计到去年底，全台湾国民法官的案件总共有108件，其中有16件已经结案。相关的案件在量刑敢有重罪，也是轻罪化，目前是犹阁咧观察。另外，针对这个各界反映讲辩护的能量无够的问题，司法院是指出讲，当咧建议调整辅助律师的制度。 咱国自2023年开始，国民法官参审制度，到即马新制度实施满1周年。司法院伫例行记者会特别做专栏报告，一直到去年12月底，全台湾国民法官案件有108件，其中16件已经审结。那至于量刑是不是如同外界所担忧的说，国民法官案件有重刑化的趋势哦？那因为目前终结案件量有限了，大概只有16件哦，这个趋势还不是很明确。 司法院讲，各界拢正注意国民法官的案件量刑是毋是有倾向重罪或者是轻罪化，目前还阁伫咧观察，将会透过引进量刑资料库系统等工具来协助国民法官伫咧法庭做适当的量刑。 我们本来就预期，当引进国民正当法律改进进来之后，它的量刑倾向会随着国民法官的组成，那有一些量刑的变动，跟我们职业法官会有不太一样的情形，这是正常的。提供的量刑资讯系统或是量刑趋势系统，这些都是公开的，它并没有拘束性。另外，对于律师界反映讲辩护量能无够的问题，司法院表示，正伫咧研究调整辅助律师制度。 包括提高国民法官案件酬金，也有增加授权课程的量能。目前有观察到的是，有其中某几件案件的法官，他的指挥性还是比较强大啦。日后可能在法制度上可以讨论看看的啦。就评议的绝对秘密性是否在法制上是要被监视的。律师团队认为，国民法官制度内面，职业法官的维权效应依然正大。 尤其法官的评议过程无公开，国民法官裁决的时阵，敢会受到影响，拢爱了解。对此，司法院回应讲，已经请学术机构对相关案件进行实证研究，将会继续关心。记者综合报道。